疾管署有公布，顶礼拜走吧扣1000块民众有13万人次，这嘛是5年来降期的新高。也若刷倒来，中秋要到啊，中秋团圆，大家做伙食物件，疫情可能会继续升高，一礼拜可能会有15万人次扣1000块。中秋节就要来啊！真侪人是准备哪看月娘哪行吧，但是细日莫甲落病毒食落去啊！疾管署监测发现讲，今年顶半年的落病毒，到巴岛的军事通报内面有47件拢和食烘蚵仔有关系，是比较早拢较侪。而且今年的流行病毒株对过去定流行的 G2.4转做 G2.17，占比有6成才侪。为着了后的主要镜头是想要吐含到头等等。如果是像婴幼儿或者是老年人，或者是本身是有这个免疫功能低下的患者呢，有可能因为这个腹泻跟呕吐的症状比较严重，而有这个电解质不平衡，或甚至导致有这个抽搐或死亡的风险。疾管署表示讲，G2.17已经8年无流行啊，加上病毒基因定组，造成遮侪民众无免疫力。今年测伫台北市的溪山里，西门町的粗瓦向热遮食物中毒的案件，病毒检验出来拢是 G2.17。最近4礼拜，老北岛的军事通报有101件，创5年降级的新高，是以餐饮礼俗业上侪，检出露病毒占半数以上。如果中秋节过后疫情阁会起嚟，但一礼拜就诊会95万人次。中秋前后，由于这个烤肉、烤海鲜等等这些活动容易导致这个腹泻的风险会上升，所以中秋后的腹泻疫情事实上是会再上升，而且可能上看单周15万人次不可不防。疾管署提醒讲，亲像蚵仔这种有壳的海产，因为过滤海水来摄食，造成病毒量是比适可里的海水悬几十到几千倍。若是无烘好熟毒食落去，有可能会因为安尼感染。建议民众烘蚵仔一定要等甲壳拍开了后，搁继续煮3分到5分到全熟，千万莫想讲莫较熟较好食就随食，避免造成胃肠无爽快，也是感染胃肠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